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咱要来日本看大极殿。大极殿伫日本来设厂，讲是日本的乌船再度来入港。日本的产业振兴日满时机，台湾的产业敢就好万年。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 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资深科技顾问张金玉。朋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原地大学 EMBA 教授高仁山。大家安，大家平安。那么第三位，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半导体政策研究组长张志成。大家好，大家晚安。那么第四位，资深的媒体人蔡玉珍。主持人大家好。 那么首先，我大家来了解，到底大极殿，咱拢知影讲，哦，去到遐地皮拆起来了，敢若一片好光景。到底还佫有啥物内情呢？大极殿伫日本的库马摩多的熊本县来设厂。那么日本的媒体来报道，大极殿董事长刘德音甲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来见面，表明未来会佫甲日本来合作。 打造半导体供应链。那么，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讲，咱台湾嘛会大力来协助，讲大极殿的先进制程留伫台湾。大极殿熊本一厂开幕，所来日本政府已经宣布会补助大极殿熊本二厂相关7320亿日元，是这么科技业正热门的话题。 日本媒体报道讲，大极殿董事长刘德音日前伫咧首相官舍，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面。刘德音伫咧会后表示，将会甲日本政府合作，伫九州建造半导体供应链。对此，咱经济部长王美花回应讲，对双边产业合作是加分。台积电因为客户的这样的需求，那做一个全球的布局，那能够得到对。 当地政府的一个补助哈，那这个我们也是乐观其成。那毕竟台日之间的产业的合作是对这样也会有加分的效果。刘德音讲，希望会让对日本的半导体革新提供援助。王美花表示乐观其成，政府也会斗相共，大极殿伫台湾先进制程策略使用地。 因为大极殿伫全世界布局，除了日本，也有美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伫咧演讲时阵也讲到大极殿。You know what TSMC is contemplating doing in Arizona is path breaking. You know, and they are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re grateful that they're doing that, and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it's successful. 雷蒙多表示，2030年之前，美国将会生产全世界20%的先进晶片。 所以也答应讲，会确保大极殿也伫桑拿厂的成功。尤其伫咧晶片法案通过了，将会当改变美国现主时的状况。希望先进晶片的制程，包括研发、制造加先进封装，拢伫咧美国做。记者综合报道。咱头看即个新闻片吼，其实刷来要讲的这1点钟时间内面吼，甲你去其他各台听的拢无共款。 咱今仔日吼是来讲哦，真正正港的物件，毋是咧讲炒地皮啦，而且哦内面台湾人安怎。你来看，大极殿去甲库马摩多设厂，主要的股东大极殿86.5%，吼。那么索尼6%，联塑5.5%，Toyota 2%。这到底这个股东的结果是安怎的安尼？小等咱的专家会来讲你听。 你若要买股票，你得注意咯，吼。那么兴建的成本，一厂啊投入台币2714亿的新台币，日本人来给你补助1020亿，二厂已经宣布来补助1461亿的台币，那会遮好心哦？是安怎？另外，产品的制程，一厂的12至16。 22至28纳米，二厂是67纳米，吼，而且投产的进度一厂是2024年，哦，今年的年底，吼，第四季月产12寸晶圆5.5万片，你会记得张东模来开幕的时候讲，这毋是几万片的代志啦，
到底是啥物代志？另外，创造的经济效益兴建到启用是2年之内，生产甲相关的投资创造了2条的日变另外，创新纪录上紧这足紧的。咱就知影这个代志，说一个大家就讲，安那是安那美国的 Arizona， 安那当咧噗，咱小等嘛会讨论到其他日本的布局。伊即马刷落来伫库马摩多之外，阁有一个伊玛拉吉。这一个驰骋伊玛拉基要来投资先进的封装式技术，封装张老师就定定咧讲，迄就是你做起来了要甲封装起来，到底是安怎？另外，有可能嘛，甲乌萨加要投资 IC 设计甲制定研发，这就是规专的规个产业链。老师，你甲咱讲，是安怎股东？而且按遮济，这四个有诶5.5、6点，这是啥物结果？其实咱咧看因为台积电占86%以上，其实所以来讲，所谓咱咧讲公司来讲的主导权就是台积电咧来主导。伊个定义意思是讲，因为日本政府有投入嘛一寡日本的客户包括 Sony 甲电数甲迄个 Toyota。这拢是算伊的客户端的客户互你来加参，互你来加参一个，互你因为我做出来物件，其实就是要互恁遮的客户来用的，就是要互 Sony 做伊的迄个影像的晶片，影像 Sony 这影像晶片要下伫地，要下伫咱即马车内底，咱车内底是毋拢有环境，车内底环境这个镜头其实就是 Sony 提供的。所以其实咱安尼串起来，其实就是为虾米伊起伫索尼的边，Sony 伫即道的迄个建厂的部分，遮尔斗相共，其实就是因为伊是甲索尼做伙。无怪大家咧剪彩的时候，因来徛因来做伙来，过就是讲，我台积电做出来的晶片了，我直接就边就是索尼，我就当交互你过索尼较搁从即个镜头的部分做了，较搁交互伊只车用的镜头所需要的即个主要即个所谓影像感测器的晶片。所以，伊这规个串起来，其实就是咱会当看讲，这是即道，毋是讲干那台积电的讲虽然讲咱是全世界技术上介好的，毋过这咱嘛当为遮看出来讲，其实包括日本政府拄当评论嘛讲的，日本嘛足大的补助入来，甲另外一段就是讲，伊只客户其实大家嘛是斗做伙来合作，共同促成这件代志，安尼遮尔紧、遮尔有效率，会遮尔大的成功。主要嘛是大家咧真忙讲赶紧来是。这我要来请高教授来甲咱讲那既然如此，日本政府敢有想过讲无咯，我就归期来投资，敢袂使安尼？因敢有想过，还是讲因的拍算是啥物？其实这半导体产业链日本比台湾更较早。因是历史上因为你迄个有一个叫咱讲 Washington Accord 啦，你华盛顿公约内底因为以前日本日票啦，有升减到80块过啦，去升级到80块过，伊为300块换1美金的时候，一直升到80块，就是迄真个迄时阵的代志，所以。因为日本的发展半导体足完整的，结果去美国甲打压就对啦，甲打压啦，所以毋知讲因迄时阵以前你家看以前所有的啥物，咱讲迄个游戏机啦Nintendo 啦还是迄个以前讲PC8081这个人电脑，伊内底拢用的是日本的迄个半导体，咱讲到即马就是讲因为台积电去库马摩托设厂伊阁有一个真大的优势啦。我补充一下因为迄个孙库伫遐，孙库是全世界2大的即个晶圆接触厂，一个是新 H， 一个就是孙库。孙库呢，伊拄啊好离迄个北九州遐，所以台积电伊是晶圆大工，伊需要迄个晶圆，所以晶圆就直接为日本。要上紧，免坐飞机过咸水，直接车载来就有啊。第二呢，伊遐搁一间半导体厂，嘛是车用电子的大厂，叫瑞萨 （Renesas）。瑞萨，
所以呢，咱拄仔看讲台积电吼，为啥要去遐投资？其实哦，上重要是这客户需要嘛，客户需要了来你来遮，我绝对甲你买嘛，绝对甲你买嘛。所以伊做袂是卖也袂生产，人来甲你注文啊。是啊，人就注文好啊，因为过去你这疫情的时代嘛，这国际你做车的这车厂，你抢这晶片是抢无嘛，所以即摆哦，美国日本，我认为伊咯下决心讲好，安尼无要紧，阮虽然长去啊，但是无要紧，咱台湾的这半导体的这产业链吼，佫足完整的来，请台湾来斗相共。啊，咱台湾是安尼嘞，咱台湾其实是中游甲下游足强的，其实咱的顶游的这材料啊，拢爱靠日本啊，因为全世界这是有影，全世界这个半导体这个材料啊，吼，啊是这内底这机器设备有60%以上是日本供应的，吼，所以甲化学品嘛是拢日本供应的。去到日本设厂，伊的生产成本其实嘛会小可降低啊，因为即摆日票俗嘛，吼，日票俗啊，日票俗啊，你去遐起嘛拄啊好嘛，是毋是？等日本伊经济若复兴起来的时阵，哦，日票已经搁贵起来，哦，迄时阵大家就讲哇，台积电，迄时阵做这个决定是做了足对的啊。如果我们来请教吼张老师吼，那日本的这个媒体拢一直讲哦，这敢若是迄个乌船搁再度入港啦。咱甲观众朋友小解说一下，这乌船就是当作是啊，这美国人啊，驶着这个大船啊，乌色的船。去甲弄伊的港啊，讲你爱开门，互我做生意，吼，用这来形容讲日本的这个商业环境，还是这个经济，佮再度复兴。日本敢是有遐惨，还是讲日本安尼遮下着这个 TSAM 是啥物情形？因为即届的这个产业政策，让日本政府会补助台积电遮尔济，对啊，哦，这有够济呢。有一个背景，就是讲这个美中伫这个科技的这个科技战的时阵，这个半导体的变做形象的变做世界上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这是敢若是国家安全，这不只是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因为拄则高老师嘛讲过，讲日本来半导体的这个产业是足强的，伊的电子产业是这个20世纪上强的国家。啊，但是因为这个电子产业伫这个全球化水平分工的这个时代，向的失败去啊！啊，失败去的就即马讲就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准备较借日本金产省的讲法，就是讲。半导体若是无这个完全颠覆现实的这个产业政策的时阵，伊就会完全的消失。日本2030年半导体产业会完全的消失。伫这个前提，这个情形的情况内底，就是讲，你若无招一个外商来遮，咱借用台积电之力来把咱半导体产业复兴。若是无这个政策的话，你日本的半导体有几个产业拢可能会。所以本来是暗示讲半导体就差不多拢无。对，嘿，这是2021年一个上重要的日本的政策金产省政策报告书，头一张就是讲，若是无这个台积电，若是无这个跨时代的政策的时阵，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会伫这2030年。就是马上就来啊！30年的时阵，就完全消失。听起来敢若要亡国感觉的感觉的。嘿，哦，刘经理啊，你看到这日本的即摆这产业吼，伊讲今年2024的年底就开始量产，对，这是正常的速度吗？其实吼，这个库马摩多这个厂吼，对开始动工吼，甲这个完工吼。拢从2月份开幕嘛，拢从20个月。啊，这个20个月的过程吼，其实非常的顺利。啊，就是讲吼，台积电伫日本设这个厂，无拄到像美国遮尔啊侪人工、水电所有遮的问题，所以日本政府支持，所以伊出
超过1/3的补助吼，所以这个过程真正是互人感觉讲，就是咱台湾参日本伫咧技术上，伫咧设厂这不管是管理人员个所有的这个需要吼，其实非常非常的配合。日本政府吼，其实坦白讲，咱大多话讲。日本若无台积电这边的投资，其实真正稀咧，大家应该有印象，连 Sharp 这么好的公司，嘛已经险破产，结果郭台铭甲买起来，大家应该有印象嘛吼。Sony 伫边仔这个厂，这个所在其实就是 Sony 原来做甲稀咧咧。这个用要挡袂掉吼，所以对日本来讲，伊过去这30几年的经济吼，那毋是因为2年前决定讲要设这个台积电这个厂吼，其实伊的经济是无法度通好反转，伊的经济变起来开始是啥物？大家应该有印象，巴菲特对台积电的 ADR 甲卖掉，讲我要投资日本，所以对迄个时间，等于讲吼，巴菲特已经带着全世界讲，我看好日本，我看好这个厂做了会当互日本的经济、日本的所有的这个科技拢会当翻新。所以你看2月份开幕，日本的股票创下30几年来的新高，都已经39000几点，因为伊这个39000点已经是30几年前的代志啊，已经稀咧足久的啊，所以吼，即马大家拢看好讲吼，对巴菲特去日本投资这个公司，伊投资这个5大商社内面，原来足侪是参台积电这个半导体有相关的呢，吼，包括像东京威力，吼，东京威力就是日本伫咧即个技术上，参艾斯摩尔合作，做上高端的上悬抗战的即个 EUV， 即个 EUV 就是东京威力啊，这巴菲特就已经投资，互你看讲，我看好这个公司，我看好这日本这个上市公司的未来，所以这边吼，伫咧库马莫多这个所在，不只是讲已经设厂了。带动遐的房地产、土地，佮因遐的工作的环境。当然啦，有人讲吼，因为过去这个库马莫多这个所在交通无遮尔好吼，即马常常遮侪人遮侪人去遐做生意，遮侪人去遐上班，所以交通有出现一寡问题。但是你若看到全世界吼，即马包括库马莫多的这个旅游吼，这个旅游，拢已经大家讲东京啦，吼京都啦，像这所在，对，所以你若看讲吼，库马莫多的环境足水的，所以你若看这个旅游网站，即马咧介绍讲，库马莫多要安怎算？咱马上改做旅游节目，足水的，所以这个库马莫多这个厂等于讲，互台积电去遐参日本政府参加的主要的公司，包括大多讲的Sony 啊个 Toyota， 所以 Toyota 那这个台积电这个厂做了吼，其实伊的汽车工业会当完全翻新。大家应该知影讲吼，因为乌俄战争，所以德国的经济非常非常的歹，非常非常的落寂。所以吼，这边就是全世界的经济，大家看会到的亮点吼，是一个取代中国的印度。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台积电去遐设厂，所以互日本的股市、日本的经济。拢完全一个大翻转，所以唔才会大家讲吼，这敢若像令和时期吼，就是讲门开，互大家做生意。即马吼，大家拢去日本佚佗，而且唔那干那去东京，唔那干那去新宿，唔那干那去嘿。我足侪人讲，我要去库马莫多去遐佚佗，因为全世界的媒体即马足侪人拢伫遐。包括伫遐考察吼，看最近在即个对一厂设了，观察这个社会变化。对，所以即马因为伊马上就讲第2厂要设备包括其他的，包括即个札幌就是北海道，加嘛有，所以等于讲台积电GASM 即个厂设了，互日本的经济，互日本的半导体搁另外一个大跃进，这个大跃进。大家看甲讲吼，包括东京证券的社长嘛讲，今年的日本的股市有在调来到43000点。43000点，这我要请教着张老师吼，你也拄啊对日本转来吼，日本人我相信高科技的这个行业的人一定是真了解，
但是一般的日本民众呢，因安怎看这项代志，是啊个懵懵渺渺，还是讲啊，反正看到股市好，啊就应该来去，还是安怎？因是安怎来看待这项代志？因为一般的日本人哦，因为阮伫日本，我在日本生活15年嘛，伊有一个是讲失落的30年。哈，因就是日本差不多到21世纪了后的经济无好过嘛。而且高老龄化的这个现象，就人口就是愈变愈老安尼。啊，的产业伊本来的2项产业最强的，一个就是汽车业，第二个就是电子业。但电子业我拄仔讲电子业已经失败啊，啊剩汽车业，即摆的时阵就是讲，如果汽车业嘛，即摆变做是个电动车的这个时代，你若讲电动车袂当甲这个特斯拉，还是讲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竞争的时阵，日本的经济完全是面对一个足强的这个危机，就是危机感非常的强。啊，当然讲这台积电是因为这个全球水平分工里面，伊是上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愿意去日本遐，甲日本人牵手来合作的时阵，就一般的日本人拢有看到希望啊。但是你若庄卡的，阮了行倒来就是讲，熊本熊本熊本是日本的第5大的这个农业的县，所以伊遐其实主要是农业啦。啊，农业中央讲农业有足侪问题爱考虑，像有水的问题。啊，是讲这土地敢有污染的问题。啊，有影响着无？这问题就是在地，因为我2个礼拜为熊本回来，啊，因遐的这县政府的人，啊是讲地方的这中小企业团体，拢有嘛甲咱遮台湾企业的人，就讲阮真正有一小可咧烦恼，讲这台积电敢会讲用。上侪的咱的水，还是讲敢会甲咱的水污染安尼，是有一点仔会烦恼安尼啦。哦，是，啊是会去真正去污染吗？但是因为台积电，咱就甲讲台积电是一个完全这个遵守这个世界标准的一种全球企业嘛。所以讲，你若讲台积电去遐投资的时阵，中来讲，不只是日本的法律，而且是咱全世界的这个这些共通的这个 standard， 一定来讲会当在这个遵守的前提下去遐投资安尼。是。啊，郭老师咧，你安怎看？尤其吼，即摆大家拢安尼相比啊，讲啊，你去日本，啊去美国，啊 Arizona， 即摆啊佫来咧讲话，啊佫无出来。啊，咱大家拢知影讲啊，这美国吼，可能啦，这劳动法规啦，吼，还是讲。其他的这物件吼，切切的，啊要起抢吼，但是咱睇下伫新闻大内面啊讲，人伊商务部长啊 Raimondo 讲，吼，阮一定会互伊较好。到底伫美国建厂建厂，甲伫日本建厂，意义敢有共款 ？OK， 我想先补充一下吼，咱拄仔讲用水的问题嘛吼，因为我会记得超10多年前吼，所有这产业界吼，甲政府在话讲，咱有5缺嘛，吼，欠人、欠水、欠土地、欠电，吼，啊就是无欠钱嘛，现金无欠啦，吼。啊，其实吼，你台积电吼，因过去吼10多年来吼，一直咧克服这个用水的问题，甲用电的问题，所以因即马吼，因会使讲讲，因即马无欠水的问题，因为啥？伊99%的水拢是内底个循环利用，伊的这项科技伊会使卖哦，所以你来看讲，为什么台积电伊会使去Arizona，你 Phoenix 遐沙漠内底起晶圆厂，因为伊唔惊无水啊。所以这是足重要。啊，咱今仔转来讲吼，劳动的条件啦，吼，劳动条件，即规个九州甲台湾差不多大，吼，啊，这个伊人口敢若1200万，1260万人，你库马摩托就170万人，甲咱南部的都市相像，吼，但是呢，伊的吼，这个。库马摩托伊的 GDP 吼是34000块美金，34000块美金，甲咱台湾足上的，吼啊，咱就话讲半导体遐吼，大学毕业薪水偌济？我小可看者，30万入票，你著 freshman 毕业吼，相关的
相关的这个科学日期30万里条，这是已经起过啊，无起进前咧，台积电还未起进前吼，因遐半导体的薪水是26万至28万，吼，所以伊已经起一倍吼，起小可起下10%、20%起来，吼，预测来讲的话吼。未来台积电咧开始运作的时阵吼，因的薪水会更较悬。周围的遮个吼生活设施啦吼，还是商业设施吼，拢会较济赚去，较济赚尔，因咧开始起价嘛，咱讲 inflation。济赚就起价啊。对啊，但是你美国较困难一点嘛啦，吼，因为伊台积电你 Arizona Phoenix 的北部遐吼起即个厂，伊周围。无即个城镇啦，吼，为遐厂起甲上近的遮城镇，爱开车呐，差2点外钟，要3点钟，吼，伊就变讲，咱讲啊，前不着店，后不着店，对。但是你库马摩托咧，伊开车吼，为迄个JR 吼 ，JR 这伊个开一个新站，互台积电咧用嘛，2公里。机场咧，吼，就是库马摩托机场，甲台积电5公里，吼，甲市内哦，吼，咱讲迄个新干线库马摩托站吼，市内差不多20公里，所以开车差不多半点钟、1点钟以内一定到熊本库马摩托的市区内底啊。讲迄个观光导游咧。我会使讲啊，因为我迄个九州我开船啊过去啊，开船啊过去，是。所以咱讲以地理来讲的话吼，唯一会互人会担忧的是，伊离迄个阿苏火山足近的，20公里直接，然后为第一个火山口的20公里，吼，这是大家可能较感觉较奇怪的所在，因会选去遐啦。是。刷来我要请教的张老师吼，咱一直咧讲甲美国相比吼，但是嘛有人咧讲的，台湾较帅气，但是咱即摆看，伊即摆做的晶片吼，拢是成熟制成，吼成熟的。同时间伊嘛超工发布一个新闻讲，无喏，我台湾吼要来扩展，你会当来说明讲，咱台湾台积电伊的做法是安怎，还是讲？因后也许啊，感觉讲对着全球的地缘政治，若是拢放伫台湾，嘛无介好。但是伊真正会甲即个先进的制定，甲刷去到国外吗？这方面吼，我相信台积电因家己嘛之前嘛讲过，咱台湾的经济部长嘛拢讲过，大家拢一直讲无可能。事实咱以即马来看，咱以即马伊的全球的布局安尼来看。包括我去，伊即马去美国，去日本，去德国。其实咱以日本来部分来看，第一枪的部分是12至16，甲22至28。对，这个部分呢，拢是算成熟的制定。对，伊的应用嘛是要用伫车内底。德国呢嘛是车内底，所以德国嘛是用生手的制定，所以伊的咱看伊的考量内底部分，其实是伊讲，我今仔日即摆客户人伫地，伊客户你即个客户需求的是啥货？我生产啥物货对你来讲是较有利的，我就直接生产互你。有的人可能嘛讲，毋过我即摆咧讲的二厂的部分，二厂的部分讲可能6,000奈米，毋过咱嘛想看卖啊，咱若到台湾明年，因为二厂是2027年的时阵开始量产，2027年的时阵，咱台湾迄个时阵2奈米，再碰去倒位去，嘿，嘛可能搁往下搁一个先进的制定啊，所以其实为这个角度，为这个进度安尼来看，其实台积电受照伊当初安尼讲的，就是讲我全世界上先进的一定是伫台湾。小可你也讲，譬如说我即摆已经进到上新的一代啊，我旧的，我可能我就看全世界对客户你有需要，我就过遮，你有需要我就过遮。毋过其实咧建设嘛是拢是以即个客户真正的需求为主。是，刷来要请教的有经济啊，吼。是。我看伊咧起这 foundry 吼，愈来愈有经验，敢若起厨房咧。
哦，我不20个月就起好啊，吼。对。刷来咱看伊在全球的布局，那有一说啦，讲吼，咱还是要注意呢。中国即马吼在成熟的制定，一说啊，敢若起厨房，人伊嘛会讲啊，我起足济，要甲你拼俗的计较，这到底会通啊袂通？其实吼，大家烦恼想过，就是过头啦吼，因为大家看到讲，其实台积电足早就伫中国南京吼。伊设的嘛是差不多2228，但是差不多这个成熟制程，所以吼中国其实这个厂自早的台积电就伫遐生产吼中国遮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需求的厂商啦吼，所以你讲中国是不是会有这个威胁吼？我感觉无可能的代志，吼无可能，因为中国这个部分其实伊非常的这个靠台湾厂商这边互伊的经验，包括过去伊学台积电足侪技术人员，吼，包括蒋爸，吼蒋尚义，伊嘛扭去，吼，啊个自早较早进前的这个张汝京，所以伊这个技术其实伊无法度通好提早，吼，其实大家看到讲美国亚利桑那。啊个日本的库马摩多，吼，啊个即马德国的德勒斯登，吼，其实这几个厂吼，拢是主要就是讲你客户拢有即个需求，吼，但是即个疫情了后，大家知影讲吼，在地生产、在地供应，伊的成本会较低，利润会较悬，所以大家讲就讲吼，今年才开始就是年底哦，才开始一个月5.5万片的即个台积电库马摩多即个厂哦。其实因为即马日票介俗吼，所以日票若起来了，其实对台积电的即个利润真正会提高足济吼，所以这个部分我是感觉讲，对台积电的股东吼，对伊的 ADR 所以全世界这个股东来讲，其实这是真正一个正面的投资啊。较麻烦的干那美国，为什么呢？因为咱嘛知影讲吼，美国这个投资有淡薄啊政治性。所以对3年前哦，其实伊是2021年的6月开始动工，啊动工了差不多18个月，才移机吼，就是刷这个机器，刷这个机器是2022年的这个12月吼，所以你看。当啊移机了，啊，即马佫拄着讲啊，工厂虽然讲伊的设备厂商吼，包括几啊间吼，像汉唐啦吼，啊，包括即几间的公司，你甲处理吼，其实拢有真即个 SOP 的工课吼，就是安怎做，所以为什么20个月库马摩多即个厂会当做好？啊！但是美国拄着什么代志？美国拄着文化的代志，拄着水土不服，哦，水土袂合，所以美国的工人，美国平时这个厂商要去做的时阵，美国就叫无人，啊，就成本就提高，吼，啊，工期就拖延。所以美国到即马，大家毋知影讲吼，本来今年原来是爱完工。本来是按算今年，结果即马还佫看无日子，吼，看甲讲啊，可能爱到2027年啊。好，所以美国这个问题是较大，但是伊嘛包括较有政治性。为什么？因为大家较烦恼讲吼，因为美国的晶片法案，伊的主导权到底伊会限制讲台积电爱提供伊什么款的佫较先进的，比如讲亚利桑那起好，伊是毋是？要看到讲，咱较先进的技术，其实伫高雄，包括台中，包括佫刷落来1奈米的是伫嘉义，吼，所以这个技术是毋是会受到影响？因为会受到影响的，敢若讲美国会互你什么款的压力，这是较麻烦的问题。但是其他的咱即马咧看到的其他的厂，拢是因为客户有这个需求。所以对台积电来讲，等于讲吼，是徛伫全世界所有的舞台，全世界迄个时阵，咱要爱疫苗买无，免 BNT 买无的时阵，大家嘛讲啊，无咱用咱的台积电的晶片来换疫苗，敢袂使咧。所以这个晶片的需求是全世界拢需要台积电。所以技术这个部分，照目前包括咱看到的上新的2奈米，甚至个未来1奈米，拢总伫台湾。哦，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大家拢非常的了解。哦啊，因为美国这个厂的政治因素
较济拖着，所以老弟因才宣布讲伊要退休，这是有受到淡薄伊的责任的问题啦吼，因为佮拖到本来今年会当生产啦，啊，佮要拖到2027年，这个部分对台积电的营收，对伊的建厂的成本，哦，这个方面其实有较大的影响。是。所以要请教到张老师吼，咱大家拢讲哇，台积电即摆足强，但是嘛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刷来是咧比 AI 啦，吼 AI 的晶片个需求，安尼佫较强。难道其他的后面的后面的入的，包括着韩国，因拢是塑胶吗？因拢袂晓讲来拼吗？我相信在过去的产业的竞争当中，台积电嘛毋是一直拢顺利啊。老师，你安怎看待讲台积电从此以后，吼，而且除了 AI 或者晶片以外，还佫有量子电脑这种物件。到底咱台湾整个产业当中，我的意思是讲吼，要观众有一个概念啊。然后咧抱着一个台积电，啊，你就感觉讲，哦，世界吼拢伫我的手头，敢是安尼想？台积电会当伫台湾成功，当然有足侪原因。啊，咱就嘛讨论过足侪几啊摆啊。啊，其实咱台湾人这拍拼的精神，咱台湾的工程师，唔免休困，安尼2早4小时安尼做工课。啊，咱台湾上优秀的这个人才，为美国这个大学读着博士回来的时阵，伫咧台湾穿着这个无尘衣，伫咧无尘室内底安尼调整。你个高科技的乌手。对。啊，你即马的这种，就是讲全球的这个水平分工的这个模式下面，啊，台积电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当然这个科技的技术的革新会不断的往前进。咱无可能就讲，咱即马停伫遮，啊，台积电的永远就是第一名，这无可能嘛。台积电向变做第一名嘛，是这几啊年的代志，差不多2017年左右。2017。2001，你也算讲有足侪看法，但是讲台积电真正是咱讲完全支配整个先进制程到2奈米以下到1点多奈米以下的这样的安尼的技术，真正是足短的这个时间内底发生的代志，嘛无一定会保证讲台积电永远就是第一名，因为足侪新的技术就像主持人头拄仔讲的这量子的技术，这量子的技术本来是。它迄个 emerging 就是它还没有很确定啊，但是摩尔定律在往下面走的这个过程之中，咱即马面对就这问题，譬如讲这个异质整合，还是讲这个3D 封装的技术，这个是即马三星、即马韩国，他们用全国的这个力量，产官学的力量。想要甲咱台积电、甲咱台湾竞争。张老师，你他讲一个名词吼，你讲哦，观众朋友来了解，什么叫做3D 封装？3D 封装啊？3D 封装就是讲，因为晶片本来的是这个平面的啊，但是你也摩尔定律进步到现在这个期间，你没有办法再让摩尔定律在平面的情况下去进行下一步的进化啊，所以讲你要想的方式就是讲。把晶片这个用3D 堆叠的方式来让它的算力提升，就是讲不是用这个平面，而是讲你复数的晶片，然后有不同的部分，然后用这个就是立体的方式去堆叠，然后提升它的这个算力。本来是拢起这个平房，啊，即摆起楼仔厝才会使，才有通啊，甲这个体积甲缩小起。张老师是安尼讲吗？对啊。咱一般咧讲的就是讲，咱原底咱若讲一般看到手机啊是电脑，咱一般看拢是一个电路板，啊一大片安尼，啊咱内底的 IC 啊是啥物货拢是平安尼，啊3D IC 就是讲，我这一般咱内底讲手机啊内底讲有即个处理器哦，种迄个 CPU 嘛，啊嘛记忆体啊嘛一寡有诶无诶晶片，遮侪晶片原底拢是平。我即马家一片贴起来了后，我变成讲所有的物件拢是伫即个晶片内底，啊，我体积拢会当缩到讲到做迄个非常的小。啊，另外一点就是讲，我原底信号在传的时候，我爱行遮尔远，啊，即马拢唔免啦，我即马楼顶楼骹坐电梯就好，速度搁愈紧，啊，搁愈省电，因为我唔免行遮尔远，
所以为什么大家拢即摆为即个方向咧行，就是讲，我会当体积会当愈细，我手机啊功能阁愈强，阁愈省电，所以这就是即摆大家的焦点。因为安尼，就是像拄咱老师讲的，我所有运算的算力，即摆大家拢咧讲这算力。算力，嘿，对，算力到底是啥？我咧运算运算的算头的，运算的时阵，嘿，运算即个算的咱会当阁愈强。因为即摆大家引摆大家的想法就是讲我无咧管你用电用外伤，我较会当走愈紧，算愈紧。这能力愈强愈好。但是本来机器一大台，也是足耗电。毋过即摆袂使啊！即摆大家拢讲的就是讲所谓 PPA， 就是讲我一个固定用愈少的电，愈省电，毋过我会当算出来愈好的计算的即个能力，这就是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即摆大家即摆咧追求的拢是讲，我爱有较悬的即个 PPA 的部分咱也照咱拄仔讲的3D IC， 我规个堆叠起来，我全部即个功能就是会当达到愈好的算力，会当愈省电，迄个性能阁愈强。这个趋势会对着 TSAM， 即个台积电也好，还是整个晶片的产业，甚至 AI 的产业，有啥物具体的即个改变？那譬如讲以股票来算。是多几个行业会产生改变，然后会佫浮起来。我嘛算小可稍微补充一下吼。拄搭咱咧讲的讲，烦恼讲是毋是其他国家发展 AI 也是啥物货？咱咧讲的其实 AI 甲这晶片是无共款。无共款的啦。为什么 AI 你人甲会当做是一个演算法软体？软体你嘛是要用晶片去算。所以伫顶礼拜。台积电因的迄个伫迄个国际固态电子的迄个研讨会，这是全世界上介好的迄个半导体迄个研讨会内底，伊就发表讲，2030年2030年的时阵迄个 HPC 就是咱高效能运算的即个比例，会比咱即摆手机即个比例，会阁愈悬。手机的晶片，伊即个销售的迄个全世界的市占额是30%，HPC 是40%，所以咱会当想看卖啊，即摆 AI 所需要的晶片，所需要的运算，我拢爱晶片。即个运算即摆较开始咧发展起来呢。所以未来是需求愈来愈多。伊个需求会比咱即摆所想，咱即摆得用手机迄个营业额。迄个量阁愈济。刘金姐，互你补充。这个部分这个黄仁勋特别来台湾，拢去夜市足红的嘛伊最近就讲未来AI 生成式 AI 所有台积电的2奈米的晶片，我拢要爱。伊拢要爱。伊拢要爱。伊即摆拢讲你只要生产出来，不管是对3奈米、2奈米，甲未来连厂拢还袂熟的1奈米，伊嘛讲伊拢要爱所以。意思就是讲，即个生成式 AI 包括像讲咱即马主持节目啦做电视、拍电影啥，即以后可能 AI 会替你处理所有的代志，所以大家有看到讲。唔通我安尼，我主持就无头路去。即马包括大家像足侪人拢开始讲拍电影若用即个 AI 来做成本低效率佫悬，做一支嘴落啊。所以我特多用黄仁勋的讲即个话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全世界为什么大家拢咧看台积电？因为伊有独一无二的条件。大家即摆全世界咧看 AI，即摆2024是 AI 元年，但是全世界 AI 发展的第一看黄仁勋，第二看苏姿丰、Lisa 苏，因两个是台南人，拢台湾人，因两个是亲戚，第三个人就是美超微，一个是这个辉达嘛，NVIDIA 黄仁勋，第二个是这个AMD 苏姿丰，第三个叫做美超微，叫做梁建厚，歹势，这3个拢台湾人，
这三个拢非常支持参台积电合作，无可能会讲哦，即马三车也起来啦，华为也要创啥吼？啊，咱是毋是来去参因看会当有另外较新的这个制定无？无可能，就是讲全世界未来所有 AI 这个元年开始打出第一步，这三个人拢是焦点。吼，即马因的股票起甲变去，你看黄仁勋的身价已经对一条即马甲2条啊！哦，所以这三个人。拢是全世界拢敢若想到 AI 这2字，拢想到这三个人啊，拄好，这三个人拢台湾人，这三个人拢参台积电是唯一无可能走闪的这个合作，所以才会互大家看到讲，台积电为什么大家拢遮尔啊看好？啊，为什么伊所制造出来，包括未来所生产出来的晶片？大家拢讲，我拢要爱，吼，因为开始抢，吼，开始抢，啊，所以美国当然伊嘛有看到这个物件嘛，吼，所以伊嘛会讲，即马像讲较先进的这个华为，因到底有在条堆起来无？吼，啊，三星因嘛讲，啊，我李在镕赶出来了，是毋是会当这个伫后壁堆？吼，我感觉这可能拢较困难，吼，啊，包括美国，伊讲吼，台积电即马要做的是4奈米。希望伊要扶持 Intel， 但是这段时间，足侪台湾的厂商嘛是有咧参 Intel， 看会当合作的，包括联电吼，因为第1名是台积电，第2名是联电，联电拍入去讲Intel 后日啦的供应商内面半导体这个部分，我联电来参与合作，结果即马大家看联电的股价，联电的表现就是包括 Intel 就是可能看无出伊的成绩。所以，伊讲2030年要占全世界晶片的这个20%吼，我感觉大家可能还阁看袂到，就是我感觉是一个口号，就是这个口号要实现，还阁非常的困难。哦，所以要请吼郭老师吼，咱看起来它一片景色大好，那么台积电尤其在台湾，那么。对着日本也好，尤其我听到真侪日本的这个评论家就讲，哦，这个哦，这是叫做战略联名，吼，先在商业上有战略的这个联名，然后就是真正国防的这个联名，敢有这个可能性？还是讲这是挖脆水啊？这是有咧讨论啦。过去几年来吼，就是其实美国即马防中国防了足严的嘛，吼，不管你。这先进的晶片也好，甚物甚至咱讲成熟的晶片，美国嘛要甲禁，哦，所以其实看会出来，就是讲，日本的再复兴吼，背后有美国的影啦，伫遮啦，哦，因为过去来讲的话吼，美国对这个汇率的这个变化足 sensitive， 尤其啊日票遮俗，啊美国哪会无动作？以前咱。这大票遮俗哦，美国就先啊，甲你301啦，吼啊，讲你汇率操纵啦，你操纵汇率，啊，日本即摆汇率加，毋是加半年呢，加差不多2、3年啊呢，美国完全无动作就默许，默许，因为为啥？因为日本的经济要起来第一吼，伊嘛是出口为主的这国家嘛，所以第一呢，伊的汇率若加话，伊出口有利，所以美国的。汽车甲美国的这就是因为美国的汽车嘛是想要起来嘛，但是呢，日本的汽车产业爬了比美国较紧，吼。啊，另外呢，就是讲日本的这复兴啊，复兴啊，这疫情一刷以后吼，大量的这观光客各等于日本嘛，吼。所以你家看，咱台湾甲日本本来就足有关系啦，吼，足有关系，吼，但是在咱讲即个亚太吼，咱讲亚太即个战略来看的话吼，台湾是纳入日本安保的内底吼，就是共同防疫的一个重要的即个 key point 啦吼。所以我认为就是讲产业咱甲日本合，美国伫种战略即个概念内底，伊会较赞成，总比台湾去甲中国合作，啊，你美国就唔知影要安处理啊。吼，是要保护台湾的，还是要甲中国变面呢？这就真歹办。啊，即马咱来讲，这商业链若是拢一直刷以后，吼，甲日本结合，甲美国结合的时阵，吼，
美国就较无即个吼，即忧虑啦吼，忧虑讲你到底你要挖倒一边安尼，吼，这是一个考量。啊，另外呢，我认为吼，咱台湾的即高科技产业吼，甲日本较合得来啦。为啥呢？日本自以前吼，我讲以前即个咱怎讲吼，萨摩藩啦，吼，萨摩藩就九州啦，九州是日本工业吼发展上早的。吼，上早的一个岛啦吼，伊拢一直做足精密的物啊，所以咱讲吼，这科技吼，台积电因就是追求就是稳准啊个精密，这日本上强。安尼来讲去中国凊彩舞舞的，凊彩舞舞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德国嘛是啊，德国嘛是一个追求吼精密的一个国家，吼，所以我认为台积电伊的布局吼。一定甲即个文化吼有足侪考虑亲近性吼。我要请教着张老师吼，他怎因为高老师啊讲着讲即个文化的亲近性吼，那么台积电去到日本，相信会亲像甲 Arizona 共款，敢会带其他的即个协力的即个厂商去到日本，那么甚至会带动一波咱台湾产业。佮去到日本啊，然后佮学着什么物件，还是讲佮带动着咱台湾本土的这个产业，有这个可能性吗？这是日本政策的最终的这个希望嘛，因为咱看伊抢的时阵，就是讲台积电第一问日本的，就是讲啊，恁日本遐敢有我的客户，啊，就找着 Sony， 啊，找着这个电视，找着这个汽车业的这个晶片。啊，但是第二项就是无共啊。第二项即个宣布的，就是讲爱制造的是6奈米到7奈米的这个产品嘛。这产品日本内底就无客户，啊无客户为虾米会？这6奈米到7奈米的，为虾米也要日本去？为虾米日本日本政府如果补助这个比一抢愈较悬的这个介绍咧补助这个台积电咧去二抢，这完全的这个后边这战略思维就是无共啊，伊的战略思维就是讲，伊当然想要讲，若是日本嘛有这个台湾这种这高度集积的这种供应链，这个半导体的这供应链生态系，那伫日本嘛，咱为台湾来扩张出去，到为这个岛链扩张出去，嘛九州嘛出现这个，还是讲第三厂嘛无一定的，因为即马这个彭博社美国的媒体有咧报讲。不只是二抢嘛，嘛是可能有这个3抢、4抢，啊，有人话讲5抢。5抢。对啊，啊，但是2抢开始东西已经是日本这个本身无这个客户的这种产品的嘛，啊，所以讲日本买的是啥物？就是讲他们也想要有这样的供应链啊，因为1抢的时阵有一个危险嘛，对因来讲补助遐也会钱，啊，互日本互咱台湾变做是一个加工出口区。咱伫遐制造这个晶片，了个买到海外去啊！啊，这基本上叫做因的较俗嘛。啊，咱日本就变做咱台湾的加工出口区。啊，日本政府当然唔是安尼想的，伊当然希望讲，哇，看台湾即摆经济有这个半导体的生态系的存在，遐好。啊，伊马上要讲，因为这地缘政治，日本一定。较安全嘛。日本伫咧地缘政治的情形向较安全的时阵，伊当然希望讲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大概分散风险，啊，到日本遐啊成立一个这个在 AI 的这个潮流下面，愈侪的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成熟的这个供应商，嘛这日本的出现，啊，日本这个在地的供应商，嘛会让找到机会。重新来加入这个全球的这半导体的供应链，安尼是因是安尼想的。是。上尾2-3分钟哦，我玉珍姐甲张老师吼过来讲一下。玉珍姐你讲，这台积电吼，看起来咱是毋是有一个结论，就是讲，啥人拢抢袂起，无法度世界独一无二，高门独市，无法度去抢去。但是张老师也有讲啊，这技术的不断更新啊。无得较5年3年了，伊佫无共款，这有可能有这个足
就突然杀出来一个什么物件？其实这两天吼，这个先进制定研发出来浸润式的专家吼，就是以前的台积电的这个副总吧吼，林本坚吼，其实伊有提出一寡较忧心、较烦恼的代志啦吼，因为伊认为讲吼，其实问题也是出伫美国，因为美国这个厂是4奈米吼，啊，这个4奈米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佮对台湾的这个国防跟中国的关系是有影响到的吼，所以我记得美国这个厂咧设的时阵，吼啊包括那咧选举的时阵，足侪人就提出来讲，哦啊那中国拍台湾的时阵，吼啊台积电是毋是会去用阿强啊接去？吼，啊是讲美国会认为讲这是我美国咧管的，所以吼我就袂，我就甲毁掉吼，袂互中国摕去，就是。大家拢用这种政治问题咧恐吓、咧制造这个大家恐慌吼，恐慌讲啊安尼吼，其实台积电吼是去用美国甲落掉咧，阿姆甲扭掉咧吼，这就是以美论，就是反对美国哦，啊对美国较受训的这个言论。但是我认为讲吼，这种的可能吼，这就是台湾的寿命嘛，啊这个寿命嘛是。巴菲特讲：“我要去投资日本，吼，我无爱投资台湾的台积电，因为伊有地缘政治的风险。所以台积电唯一的风险就是地缘政治风险。啊，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就是大家所烦恼的第3次的世界大战，吼，这是大家拢无在调啊，拢无在调控制，无一个人讲我会当预防这个代志茫发生。所以无可能有他避免，但是讲一旦发生是，大家拢。”